尾恩好，好惨，哎呦，文好，他的演技千篇一律，龙爆，哎呦，够戏，会吗？给才戏吗？欢迎来到我们大家的夯艺板上松。那今天也要来独家暗自 say。好，那节目开始，我们一定先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景堂，你聽從他條命。大家好，我係好要聽搞到跳那歡歡嘅娘班先生，娘班。大家好，我係飛機，我聽從會得分，我一定會得分。歡笑到叫出嚟咧，高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瑞智屏東體育館的 Albert。没错，那我们队伍今天正中间是要担任我们猜题者的贝基。 ，yes， 打跳喵，打跳喵。得分得分。遊戲規則，這係一隻合作嘅遊戲，是個提示人寫下答案嘅提示，和講用漢語名出來。成語提示當中係講要重複嘅事就被造成小錯。通解人有200機會，係講頭一擺討唔錯，第二擺就得使用 QQ。大家共同合作團出答案，是做得辦事任務了。好，大家一定要多多帮忙他喽。好，那请可以戴上我们的耳机还有眼罩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醋。某 Q 嘞，这有点太难了。会不会混血儿没有在吃这个调味料？他住在台湾，他住在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提示的非常好，只是我觉得说我要用客语讲出这一串，因为他也不会听懂。他现在看起来很快乐。倒数5秒结果我被钟哦插，字了。完蛋了，我们数到3，请慢慢，3、2、1。没有这个字，只有这个字。是不是有小的要擦掉？卤不要包。，我们要相信贝基，我们要相信他。你们2位基本上是支离破碎，面面漏漏。没关系，反正他也听不懂，他只对啊，能看我是啦，们的表情。其实差不了对很多，对。所以金童是面时候，一定会，面时候一定会。大家是真的放弃给他，需要启发英老师的，请 Q 他喽。一 void，OK， void，我可以比动作对不对？我们傻 vis 可以一点点动作，好不好？不然真的是大家都准备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板子先收，大概遮一下哦。好，我们把飞机 Q 回来吧。这集也非常有希望哦。真的假的？骗你。惨了啦！好，我们从金童开始。金童，你加油，你好身体 body language。好，免世界吃面，一定 void。好，可以了面，动作不行了。好 OK， 我刚刚做了什么动作 Boy？我们刚刚是被裁判阻止的，但是我刚刚是不是做了什么动作？一挺不用哎。到嗨，马给。好，等一下下一个换永伴，尾恩好，文好，尾恩这个我也听不懂。文好，尾恩好，好惨，哎呦，文好，好，他的演技千篇一律。故意不看我，尾恩好，不是，你要看他，不跟我好，他尾恩好，不跟你好了。好，那姜老师，拢爆，拢爆，哎呦，够戏。会吗？给你有办法猜出两爆是什么意思吗？龙豹刚刚有一个龙豹，但我忘记刚刚那个意思是什么。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，很接近。两爆，哎呦，够戏，配马给。什么东西配什么？哪有吃面？我们最后还有一个 Albert 的， OK， 板跳板条，嗨，很好。必东西。板条配东西，可以。板条配的东西，你看，板条配的东西，然后你面要倒进去，酱油，尾恩好，酱油，但是它要梅恩好，
放弃我。然后你是什么拥抱，会被看戏，不是酱料？不是，我们飞机第1轮的答案是芝麻。我就猜麻油。答错。可以的，快到了，可以的快到了。好，我们好我要选谁的看到了？姜老师，姜老师的姜老师，请翻版。酱油啊，醋，黑醋。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名词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，我们准备好了。这是要干嘛？这是要干嘛？飞机，我们第2轮的答案是臭。哎，这游戏好快乐哦。我跟你讲，语言都是互通的，只要有心，你都能沟通。汉語區在10點熟熟，上愛講威斯碌碌，天卓愛看黑衣扮生熟黑衣扮生熟。薑絲炒蹄腸，菜不爛，三杯雞客家小炒，做錢按好食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係春山哥啦，大家食飽也蚊，係個蚊食嗬，是順利啦。先讓我強下想一下，到底啊！我先乜嘅好食？薑絲炒蹄腸啊，好食嗎？哎呦，愛是真好食哦！繼續用 QQ 軟軟嘅蹄腸啊，加上嘅大辣嘅嗰條薑絲啊，強下炒，喺我最重要嘅，今日嘅酸酸嘅酸絲，嘅上下都好，口水洋洋是會流出來。不過嗬，按照去料腔啊，普通講嘅醋啊。唔會單強講一隻是，睇啲度講酸是下多，該講到該薑啊，該唔單強啊，是做啲炒蹄腸田，長條下該江先生講嘅，你是該小籠包、細籠包啊，該係啲啦，你未做啲用該薑絲來綁，該未當好食，薑絲酸絲。像anh客家人啊，煮雞酒嘅時啦，天窗會用個薑媽啦，個用薑媽喺個麻油落去，樣板好食呢。cái講到個薑，落個豉啊，咪有一句喂，按到乜計？熬薑出醋，咪有人講熬薑出豉，也有人講熬薑出豉，嘿，3種講法，做錢有人講。咁乜嘅意思咧？即係講啊，冇東西可綁啊，冇下當苦啊，冇事將朝那個酸事啊，來幫判過熱餐啦，生活當艱苦嘅意思啦。乜嘅啊？還唔了解啊？將朝樣，我長輩呢堂，不准唱，咩？冇辦法哦，嚇，薑媽。你倒轉來講個薑媽好咧，個薑媽咧食菜嗬，咪上下圍落個麻油強下來做。比如講，個3杯子3杯雞啊，咪要撈到麻油薑媽啊，麻油豬絲嘛，咪要麻油啊，最好食咧麻油麵線啊，個麻油麵線樣板好食啊，我食夾穩到嘅麻油麵線。跳下街馬莎，食板條會加麻油啊！哦，跟我新婦人呢，堂時啲前菜亂講啊，板條食到安泰咧，我係猛食加個麻油落去，我等到是聞到調油啦，冇事加條胡椒粉、辣椒嗰甜，麻油落去，冇事轉嚟試看啊，看好食麼？原當唔好食，板條乜㗎？關門你啊！咩？我忙先呢！咩？跳架！咩？我兩又唔得啦！跳架我忙先啦！免續接一挺回。你凭什麼？你不要前面自己就拿翘。我们先轮着去讲一遍，我们自己就想想，我们是当事人，我们听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要把个一端啦。